6月21日，恐懼和信仰。從恐懼中完全得到釋放，是一生的功課。我們永遠無法徹底擺脫所有恐懼。遭遇重大打擊、突發的疾病，或是陷入極度不安的境遇，我們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情緒反應，是好是壞，全看當下的心境與際遇。只有自欺欺人的人，才會宣稱自己已經完全脫離恐懼。比爾的視覺第263頁英文版。每當我的信仰動搖，內心迷茫，恐懼便會趁虛而入，纏繞折磨我。有時恐懼會忽然消散，那是當我內心充滿喜樂、安穩與輕鬆的時刻。是信仰、自我價值以及對更高力量的仰望，幫助我承受人生的災難與起伏，也能安享生命的喜樂與美好。當我願意把所有恐懼與不安全然交給那位更大的力量，我便能脫離捆綁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